歡迎嚟到忠誠人壽，我哋屬於一家擁有210多年經驗嘅保險集團，並擁有超過20年嘅本地退休基金管理專業知識。作為澳門值得信賴嘅基金管理實體，我哋以度身訂造嘅退休金方案幫你建立穩健未來。我哋嘅個人公積金計劃係你個人化退休儲蓄計劃嘅首選，你可以喺社保允許嘅範圍內自由決定供款金額。專業嘅管理人員優化你嘅回報，令你輕鬆掌控。你可以將澳門政府管理嘅子帳戶或其他公積金子帳戶餘額轉入我哋嘅計劃，並認購你所選擇嘅退休基金，將你現有嘅儲蓄發揮作用，並按月供款。只需要5個簡單嘅步驟就可以開始使用。首先去我哋嘅網站完成網上申請，然後揀選你嘅基金，簽署文件之後，忠誠人壽就會將你嘅申請提交俾澳門社會保障基金，通過澳門社會保障基金嘅審核，你就可以開始供款。任何18歲以上嘅澳門居民都可以成立同加入我哋嘅計劃。我哋嘅收費合理並且透明，你可以享有專業嘅基金管理、彈性嘅供款、無限制基金轉換以及複合增長嘅力量，令你可以為退休需求做好準備。根據你嘅風險狀況同退休目標，選擇一系列嘅退休基金。假設你首次投資澳門幣10萬元，並每月供款澳門幣1000元，若以每年5%嘅回報率計算，你嘅基金可以喺30年內增長到大約澳門幣125萬元。每筆供款都會投資喺所選嘅退休金基金，以把握投資增值嘅機會，並將回報再投資。因此越早供款，就有更多時間累積成長。準備好拓展你嘅未來？即刻去我哋嘅網站或掃描2維碼，開始你嘅退休金計劃。